有个好消息，我们市场部推进顺利，接下来要设计《山海经》系列潮玩，主打九尾狐。都别高兴得太早，接下来的1周我们要提交《山海经》系列的设计方案，做好加班的准备吧。唉，周末就不能回家了。和以前一样，在旁边的酒店给大家开了房，希望你们能有时间去睡一下。我再不回家，我那仙人掌就渴死了。周5下午开会，做定稿阐述，我负责主打九尾狐的设计，江江和狗哥负责其他款的设计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郑总监，我能为这次《山海经》系列做点什么吗？你再整理一下行业竞品的资料吧。去忙吧。我还有很多设计的事要做，非要把我叫过来。我承认，潮玩在美国和日本比较成熟，但是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优势，《山海经》神兽、上古神话人物、诸子百家等 IP 形象，是扎根在华人骨子里面的文化认同。比如孙悟空，虽然他只是中国神话人物，但是层出不穷的影视呈现，已经让他成为超级了。在中国，这样的超级 IP 形象如同宝藏，等待挖掘。这个病娇虽然脑回路清奇，但搞起事业来还是有模有样的。我也要加油，打拼我自己的事业。进。郑总监，我周末在家画了些设计草稿，想请您帮我指点指点。不错，风格独特，线条灵动，表情憨态可掬。郑总监，那个《山海经》系列的设计方案，我能不能也交一份啊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做好行业分析报告的。周5交设计定稿，过期不候。真的，谢谢总监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策划案紧急，关机保平安。田助理，刘总说您的手机或许没电了，让我过来叫您。田助理。田助理，田助理，田助理，刚才几位都阐述了各自的提案，虽然各有特点，但是这几份提案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并不突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有点事耽误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跟大家讲讲你的提案吧。我还差最后一点就完成了。我可以先阐述一下我的思路。不必了，这是工作，不是学生交作业那么随性。甜甜每天被刘总召唤，忙得跟陀螺一样，而且咱们会议突然提前了，这没完成也可以理解吧？我是想好好做潮玩设计，成为……以你目前的状况，也只能停留在想象上。甜甜，你有设计方面的天赋，但是天赋到专业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实践。如果你没法投入，不如趁早放弃，这样谁都不为难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总监。我会解决我的问题。唉，看
看来我要和刘总重新谈一下。田助理，刚巧你在，明天上午我需要你陪同我参加一个公关活动。刘总，等一下。白天我有很多设计部的事情要做，如果您白天戴墨镜就能应付的话，能不能下班后我再兼职特别助理啊？田助理，这一点我无法认同。事情要按照重要性来排序，而不是简单的以时间划分。那到最后还不是谁都没有你的事重要？这一点我也无法认同。在相同时间成本下，谁能创造更大的价值，谁就最重要。据我所知，田助理在设计部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看资料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只是看资料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只想让我看资料，好满足你随时召唤，对不对？千盛集团的产品资料随意看，是多少新人设计师求之不得的荣幸。我是新人设计师，所以我更需要实战磨练。就像那杯咖啡，它是速溶的，就是比手工研磨少了很多味道。确实有些差点意思。唐特助，以后公司茶水间的咖啡全部换成手工研磨的。你看，问题解决了。简直是鸡同鸭讲。